1月22日簡而化之。幾個小時之後，我告別了鮑伯醫生，他臉上掛着優雅而成熟、寬容的笑容，半開玩笑地說：記住，比爾，別把事情搞得一團糟，要把它簡單化。我將頭轉向另一邊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。AA 的歷史第214頁。幾年的清醒之後，我問自己，事情真的能這麼簡單嗎？後來在護戒協會會議上，我看到那些曾經憤世嫉俗和滿腹狐疑的人，沿住死的道路，使他們能從深淵中走出來。他們將戒酒分為24小時為一段，在這24小時中，他們根據各自的情況，嚴格按照那幾個原則去做。我終於認識到，事情雖然不總是那麼簡單，但如果我使它簡單化，它就會奏效的。